欢迎收听3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约伯记1章18到22节，不知道的因信称义。基督徒很常说因信称义，你所说的因信称义是什么样的因信称义呢？有人说是因为相信造物主，所以这个相信的人就被称为义人。但有人说不是啊，那如果今天你的信心比较多比较少，你就会因为你的信心多而少被称为义人或不是义人吗？那这样决定权不在你自己身上吗？这因信称义它能够被保证吗？还是说因为造物主的信实，相信造物主的人被归属为义呢？可是有人就讲啊，我如果没有相信，即使造物主他是信实的，这没有相信的话，怎么被归属为义呢？在这个讨论当中，你相信的是什么呢？今天约伯的经历向每一位相信造物主的人发出了一个邀请，是邀请我们在生活中来寻找我们所相信的是永不动摇的，还是我们所相信的，或者是那位信实的，他是可以被动摇的。从发现自己相信什么开始，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约伯他在经历一连串的意外，而今天这个第4个意外可能是里面可以说啊，虽然不是伤害到他自己的生命本身，然而这些失去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伤害，因为他的儿女在一阵暴风当中，因着这房子倒塌就被压死了。而其中呢，有一个幸免于难的人冲回来报信，告诉约伯。然而约伯在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反应，表达了他的信仰。很多的时候，在顺遂的时候，在丰盛的时候，在恩典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是这样相信的。然而抽丝剥茧，好像洋葱一层一层一层每一个人都很裸装的来到上帝面前。这时候我们相信什么，好像才真正的浮上台面。就好像今天约伯在苦难中，他开始表达，或者是让人看见他的信仰。约伯起来之后，他并不是像机器人或是完全理性，当然他很难过。我想这件事情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是令人开心不起来的。就在那里，他撕裂自己的衣服，表达哀悼。但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或许就是今天你我要来学习的。他在那里敬拜上帝，他在那里将自己的眼目转向上帝。接下来他讲的话，就让人知道他的信仰内涵是什么。他在那敬拜中，他告诉，不知道是告诉上帝还是身边的人，或者是表达他自己内心的声音。他说，我空手出生，也要空手回去。上主赏赐的，上主又收回，上主的名应当受称颂。在今天的经文最后说，虽然有这一切的遭遇，约伯并没有犯罪，没有责怪上帝。这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当我遇见一件坏事，甚至有些人他可能一出生就在一个让人觉得是坏事的环境当中，当我们遇见这位造物主，我们相信他是造物主，我们相信他是上帝，那我们会愿意相信吗？而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是照着自己的遭遇来决定要不要相信这位造物主，
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子的信仰呢？今天的经文往前回推，撒旦就在挑战约伯一件事情，应该不是挑战约伯，应该是他在挑战上帝，而且他可能就是这样认定。他认为，如果人没有经历到好事，如果人没有被上帝赐福，也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才没有人要相信上帝嘞。这是他的认为。不过约伯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上帝他的掌管，他的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从来不是由人说什么做什么发生什么事来决定，而是上帝他自己就是一位信实，让人可相信。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再次来思考，也是思倩牧师之前听到的分享。他想到，如果这世上你有一个可以相信依靠的对象，那想必他要有一些条件，他才能够是让你永不动摇的可以相信的人。那这个对象他应该要有绝对的权利，而且他所说的话一定会遵守实现发生。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所做的当然是因着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害的缘故。那么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能相信的这位靠山，这位有绝对权力的是谁呢？而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他不就不能够受到时间、空间，甚至是人的这个自然出生死亡来影响，是吗？而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做的事上，我们可能不会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发生，但我们心里知道，如果他是我们真实能依靠的那一位，永远不改变，可以用他的信实来带领我们的，那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就不会限于我们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所以我们要来默想一件事情，我相信的这位造物主是什么样的造物主？还是我们其实所相信的是单单就是这位造物主，没有任何条件，或者是各样的形容词，或者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要相信这样才是造物主，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是造物主。当我们来想一想自己的信仰内涵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的信仰行动都是跟我们认识这位造物主是什么样的主很有关系哦。就像诗人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16篇8到9节所说的，他说，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面前，他在我身边，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稳自在。在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有人说就这篇诗篇太受祝福了，但是如果我们细细的就今天这2节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不至于动摇，他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稳自在。这表达他的环境可能是会让人动摇，他的环境可能是会让人本身，我在讲肉身会受到许多的挑战。但是诗人他说，我时时体会上主在我面前，他体会到这位上主在他面前，他不会消失不见，他不会今天让你相信，明天不准你相信，
他不会今天帮助你，明天不愿意帮助你，而是时时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甚至指教我们。所以诗人不至于动摇，所以诗人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稳自在。因为就像约伯所说的，不论我们是出生还是死亡，我们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去，上主才是那位可称颂。我们的心要尊主为大，我们的灵就要安然自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透过约伯记再次让我们的信仰破框，不再用我们自己的框架来看你，而是学习从那更广大的视野来看我们所相信的信仰。主啊，帮助我们不沦于表面肤浅的信仰，帮助我们来看见在你爱里面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及叫人生命得以成长，不再吃那灵奶，而是能够渐渐的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能够在信仰中活出那属于你美好心意的样式。恳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你的信实，你让所有相信的你的人来经历跟你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力、信心、爱来度过可能像约伯生命中的挑战。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也相信你是那让我们的信心不动摇的主。我们靠着自己，信心会软弱，然而因着你的信实，我们好像住在你里面，我们就能够不动摇，我们就能够持续相信。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今天一天活出因信称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让你因着他的信实来经历相信他所带来那个充满智慧能力，能够有勇气有方法度过一天的难处，度过一天的好处。我是思倩牧师，我们明天见。